他都两只整好。非常高兴啊，能够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应该说我跟红鹿团一起演出，已经现在是非常少非常少。这次一对两对，不是，搿趟是粤剧，粤剧院明星演唱会，对吧？我是粤剧。队长只好唱2只，不好唱3只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知道大家我开过年演唱会好吗？非常感谢大家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的唱。我想再为大家演唱一段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祥林嫂选段《青青柳叶蓝蓝天》，送给大家。贡献给大家，谢谢。